嘅時間好啊，首先多謝總商會德豐先啦。今日中原按揭咧就公布咧Park City 嘅買家咧會推出呢個置業按揭優惠嘅。今次咧嘅優惠咧仲有兩個具吸引力嘅選擇嘅。第一個咧就係叫限時低息定案啦。客人咧佢可以選擇頭3年啦，或者頭5年啦，個低息個定息率咧係講緊2.73%嘅。如果定息期之後咧，嗰個按息咧就會同而家嗰個市場 H 按嘅水平一樣咧，就係低至 P 減1.750，個 P 係細 P 嚟嘅。客戶咧都會有一個吸引嘅現金回贈啦。當中咧，你又見到呢個計劃裏邊咧，嗰個吸引力咧就係講緊低息啦，同埋有一個嗰個供款個穩定嗰方面。低息方面咧，因為而家個2.73厘咧，比起市場嘅 H 按息3.2厘啦，明顯係低半厘。所以呢個好明顯就每月供款額咧，其實起碼已經係降低咗有6%嘅咁啦。見到其實市場咧對於定案嗰個吸引力咧，都係明顯係增加咗。可以最新個金管局數字咁樣睇啦，其實我哋見到而家市場定案嗰個比例咧已經上升到25%，仲上升緊嘅。呢個已經係超過8年嘅新高，而且你亦都係接近10個月嘅連續上升。所以咧，我哋見到呢個計劃咧，我相信都係對於一啲對於 Park City 嘅買家嚟講咧，都係好具吸引力。另外今次個優惠有另一個選擇啦，就我哋叫一個專享高存息嘅 H 按。全期嘅按息咧就係低至 HIBOR 加1.3厘。如果以而家個封頂息率計咧，個實際息率咧就係講緊3.25厘嘅。呢個計劃咧係有多一個吸引力之處添，就係客戶咧佢係可以享有一個咧高存息嘅戶口，個存款息率係講緊3.25嘅。我諗你哋都好清楚先啦，3.25厘嘅高存息，你一定係高過好多嘅定期存款息率啦，而且佢係冇定期存款息率嗰個捆綁。即係有完全一個彈性喺度。所以客戶如果好好咁用呢個工具嘅話咧，佢會有一個好好嘅對沖利息嗰個作用喺度，可以降低嗰個淨按息嗰個作用嘅。所以我哋相信今次我哋會有2個特色嘅計劃啦，有低息嘅穩定，亦都有穩定性咧，亦都有彈性可以慳息作用嘅計劃啦。我相信應該係俾到 Park City 嘅買家咧一個好好嘅按揭配套。好多謝，亦好榮幸啦，能夠參與北都第一個項目歷史嘅任務。其實真係呢個歷史嘅任務嚟嘅。我相信北都不斷有新嘅一定好嘅。我知道咧禮拜5就嗰日就公開發售啦。其實我哋公司咧喺無論招標嗰邊啦，或者大手嗰邊啦，都已經係有啲下落實咗㗎啦。希望黃生禮拜5大家都知道個結果㗎，都好恭喜你啊！黃生係一定有個好成績俾大家交代嘅。我相信禮拜日好快有好消息嘅，加埋今日我哋中原按揭安排一個咁好嘅按揭優惠，有啲用家又啱用啦，投資者又啱用啦，國內客都係啱用嘅，所以天時地利人和，預先恭祝黃生毫無高分。今個星期日啦，10月發售100個單位啦，63個82伙係價單形式啦，亦都有18伙招標嘅單位係會出售嘅。我相信市場都關注我呢個項目啦，因為始終呢個都係古洞北啦，或者北都嘅項目。我哋都期望就會有一個理想嘅成績啦。